马法达大师。讲我金牛座吼，今日出门一定要穿红。你看这红仔水出接无？今日吼，幸运数字是啥？知唔知？1啦，嘛算你好运。你竟然要下2工啊？等老一支落。看看，你考虑一下啦。考虑会使啦，看你要倒一支，放开啦，家己拣啊。这支是要甲你学落的呢。对，嘿。这支要学比赛啊。有你会使，有你啦吼。我想一下，无这支啦，咱这紧啊。我重要，我未走。用见面怎么讲 See you again。 See you again。较巴结的啦，等下拗出来啦。我开过。还是，搁参详一下啦。你要参详呢？好，互你参详。你开过。中诶，还是啦，这道理的啦，伊较大机啦。